接下来我带大家来看到嘅客家媒体嘅资源。一开始呢，我哋先带大家来看呢，就是客家电视台咯。大家看到画面上嘅咧，就是我哋客家电视台嘅网站。咧照片上面当咧片，大家看到嘅就是节目嘅分类，有本做像係新闻啊，还有儿童节目啊、戏剧啊，还有一般的像係综艺节目，还有直播嘅部分，我哋做啲来看下来看一下，我哋来看一下儿童嘅节目好诶。好，点落来之后，我哋就做啲看到客家电视台嘅儿童节目有哪条节目，跟我哋来看一下诶。好。西澳事件簿好诶，点落来之后，我们就做在看我哋嘅客家电视台有做那条西澳事件簿嘅有哪几集，全部都做在嗰两面档看得到，我哋来看一下哦。宋医师，全世界一类社会实验，本球的青少年朋友，一旦自重人的过程当中，来看见到用手机的方式，也是邀请的其中6个青少年朋友来分享一下见到第实验过后的心得。好，大家係想去看繼續看下嘅話，就是到我哋嘅客家電視台來看。咁我哋再過來看一下，除了兒童嘅節目之外呢，還有像係戲劇類嘅話，有乜嘅節目做得看呢？戲劇類嘅話，主要就係劇情片啦。大家係對咧有興趣嘅話，咪就到咧到咧片上來看。韓國呢，我哋嘅直播，我哋來看一下客家電視台咧直播嘅係乜嘅節目。好，呢隻節目就係鬧熱大擂台嘅節目，呢係客家電視台嗰啲直播鬧熱大擂台，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你就到客家電視台嘅網站來看直播了。好，呢邊右片上沒有看到，我哋有節目表做得看，你就做得啲客家電視台呢下啲播放嘅係8個節目，還個有，譬如講下禮拜啊、禮拜6、禮拜日，你想去看啲節目。客家電視台有播幕，全部都做在啲片上看得到。好，看睇客家電視台之後呢，接下來我哋看一下客家共享傳播基金會嘅網站。好，一落來就看到一隻樣片，我哋來看一下呢隻樣片。好，我哋再過來看一下，你會看到嘅係我哋有客家嘅新聞做得看，我哋點一下客家新聞嘅官網。好，迄假使講唔想我哋最近客家有乜嘅相關嘅新聞啊，就做得到呢位來看我哋嘅客家嘅新聞。除了客家嘅新聞之外呢，其實沒有當到冇可用類別嘅新聞，全部都會變到呢片上。好。跟我哋嘅客傳會，我哋咩做啲聯動，我哋嘅講客廣播電台，我哋向下來看一下講客廣播電台嘅網站有乜嘅內容，做啲本大家分享，本大家看。我哋來看一下哦，去年有得獎嘅節目，我哋來向下來看一下。艾斯克，好，你做啲從呢邊就係書面唔想我前嘅節目之後。將點 Enter， 我哋就做得請到呢隻節目。好，呢隻就係我哋去年有得獎嘅節目咯，我哋向下來看一下。第一下事件，按部頭
点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，2023营业开始调高基本工资，以及调升到26000。就是跨年咯！一年嘅最美艳耶！哇，到起台，其實你啊真係愛做起台嘅，真嘅，比個熱談這下起台，郭松你真嘅懂下跨年。動好，那我等下嘅哈卡 drama 嘿，真嘅下衝係啊，就係相愛，對，我就知道你是這種很浮誇嘅心韓眼國愛浪語講，今日節目就結束哦，嘿，你睇就係去錯背人記起泰國咧。迄講愛佇去泰國做乜嘅？泰國就來入去談吼，故說你每本大家繼續談下去嘅。我哋再過來前啦，可以講咩？係去年有得到金鐘獎嘅節目，好，我哋來查一下誒，按到義工探險隊。好，你喺香港誒，譬如講有乜嘅節目上去查嘅話，全部都啲入邊打落來，就做得查到誒。我哋來看一下。講探險隊，入邊咩有動到戲，你喺香港愛先愛談哪一些，就做得在入邊聽落去，就做來談了。聊下事件用到一隻東西。啊！我真的很少用好，提示一，就是可能跟你胖瘦的身材有關係。但我覺得沒關係，我不想承認。好啦，最後一本大家庭喺香港愛前乜嘅節目嘅話，啲我哋講客廣播電台搜尋入邊，就對前面當然上嘅上嘅談嘅節目了。佢入面呢，除了有節目單之外，還有本強調去本，點落來之後，入面就會小記到乜嘅強調嘅有乜嘅節目，譬如講施延強啊，有哪條節目，還有施延強嘅主持人，有哪條，全部都是啲入面查到。還有海陸強啊，韓國太普強，咩就係加下幾隻節目一齊有講到嘅四海太平安。好，希望大家對啦講客廣播電台嘅節目有興趣嘅話，咩非常嘅歡迎大家到我哋嘅講客廣播電台嘅網站來查詢咯。接下來我哋來看一下，兩下後生人時下最接用來看影片嘅地方就係 YouTube， 有哪條客家媒體嘅資源就得來看咯。嘅一開始呢，我哋就係從客家委員會嘅YouTube 嘅網站來看一下，有哪條內容就得來看。我哋咧下大家看到嘅呢，就係客家委員會嘅 YouTube 嘅網站。我哋都播放清單入邊就做得看到佢哋本島無權用嘅類別，就得去本出來講，有哪條無權用嘅影片。咁我哋來看一下，譬如講有看到咧個個講客話，就係然後客家話還有關係咧，我哋來看一下咧影片。Hello， 歡迎來到勾勾講客話，我是怡姐。花，姐，我發現啊，現在南投啊又多了一種新玩法，那就是呢做飛行傘哦。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哦。而且啊，教練也說了，到時候呢可以看到這個南投的好風光，而且很多遊客覺得很棒的是，還可以體驗飛翔的感覺哦。而說到了飛翔飛，就是鼻。鼻就是飛哦，只是要玩飛行傘，有很多地方要注意，包括了飛行傘雖然沒有機翼，但是一樣得要留意風向的變化以及如何操作，而機翼就是記翼，記翼就是機翼了。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聽從教練的指示，這樣才可以玩得安全，然後又盡興。我哋家看影片咯，發現咧個個講客話，其實佢唔係就係講單純教客家話啲啲，佢要用譬如講去旅行啊，去南投咧隻飛行傘嘅旅行，佢就利用嘅幾隻故事，人講咧飛行傘要注意嘅地方，咁樣嚟教，咧當中呢怎講，譬如講飛客家話樣講，很多比還有記憶客家話樣嚟講，佢係利用一樣故事嘅方式來講客家話，本唔會知道學客家話較神奇、較好教。好，接下來我哋來看一下客家委員會還有乜嘅其他嘅影片，除了個個講客話之外呢，我哋做得看到嘅係家下有講到嘅啦 ICRT 客家風情，我哋來聽一下。Learn about another voice and culture of Taiwan with We Love Hakka.
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加入客家风情每日一课语。Hello, what's up? It's time for Daily Hakka here on ICRT. I am Joseph Lin. 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X 鹏，就是你看过年的时节，你家想过去买东西，你会吗？我超爱 shopping 的，你问我这个，我当然会买东西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教大家怎么买东西啦。哦，怎么说？怎么？买东西，客家话就叫做买东西。Okay, that's simple enough. 买东西 Again, that's to buy something. 买就是 buy, and 东西 is something. 那有时候呢，人家就会问说，那你要去哪里买东西呀？那我们会说，我去那边买东西。那一边买东西。你要去哪里买东西？我去那边买东西。 That's right. Now this. 好，大家做咧谈到，其实俩客家风情的俩样片，搭团都唔系当场，就短短的，唔过要教大家有条神法度唔会用到的客家话，按样板用客家话来讲，故说大家就是咧利用俩只客家风情、俩只样片的字眼来学习到平常爱讲客家话嘅时节，按样板来讲。好，再过来看一下，咧客家委员会其实除了家下介绍到的讲客话啊，还有我哋嘅 ICRT 客家风情，其实咩还有当到，像喺家下介绍客家天视台面档嘅样片地度，儿童传奇嘅样片，其实咩有不用到呢片啥，故说大家咩做得直接到 YouTube 呢位来看一下，你想爱看乜嘅样片，都做得从呢位做得前嚟到。好，看睇客家委员会嘅 YouTube 之後，咧下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係哈克網絡學院嘅 YouTube。好，我就來看一下哈克網絡學院呢，我就要看到咧有當到無同樣嘅老客家文化有關嘅課程，就會用到鴉片啥。像係客家飲食啊，也係講客家嘅沙飛啊，還有看茶經學客語。咧就全部都當成次嘅主題，大家有興趣就得點來看，就得再個來看一下，還有乜嘅部分嘅主題內容就得來看。好，呢邊有看到嘅哦，就係像係觀光片，還有醫療片嘅老客家話相關嘅教學嘅內容，我哋來點一再來看一下好嘅。早安，您好。安座，你好。安座，你好。早安，我想去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，那里好玩吗？按照我想要去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，嗰啲好了冇？按照我想要去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，嗰啲好了冇？好玩啊，在那里您可以看到南北一样的，好了啊。而家唔做得看到南北同樣嘅。好，這樣片嘅方式呢，就係佢會有一句話嘅翻譯，再來一句話係佢講客家話嘅樣板講，再過來佢會唱停定音，唔就得彈一擺客家話用嘅音之後呢，接下來嘅一句話就得停定音一擺，利用按樣嘅方式本唔啲講，從出去了嘅時節，去旅行嘅時節，有哪條客家話做得樣板講。嘅除了咧講到嘅觀光片之外呢，家下面有老大家講到嘅係像係醫療片。醫療片嘅話意思，看字面上嘅意思就係佢講去醫院嘅時節有哪條話，你做得啲醫院嘅時節或者用到嘅，我哋向下來看一下。先生，請問唔係用嘅出上嘅喏？我是農業搬運茶，變茶跌倒，卡到腳。唉，真件係啊，有時成講，有時一講。上次拄到3日風2日水，我較生意地位真好拿。我咧下點嘅呢隻樣片哦，老家下有冇佢用了？大家有發現冇？我家下點嘅樣片，咧下曬有寫，佢係有華語老客語去交錯。唔過我咧下點嘅樣片呢，佢就係只有客家話聽聽。故所呢，佢係規則嘅樣片都係講客家話。唔過呢，大家有發現冇？咧面檔嘅畫面檔唔做得看到。佢會寫我哋嘅漢語詩，漢語詩嘅下上呢會有翻譯嘅詩，大家就得一片來做對照，一片來提講，呢句話嘅翻譯係乜嘅意思？好，今日就再個看一下
哦，你真嘅有当无去用嘅内容，加有讲到有语言的啊，有去旅行的啊，还有美食的啊，还有风舞台哦。内容真嘅係非常嘅精彩，大家係有興趣一定要到我哋嘅哈克網絡學院嘅 YouTube 嘅頻道來看一下，到底有哪條做嘅學習客家話嘅內容，然後客家話嘅影片。好，今日就係介紹到呢條 YouTube 嘅學習嘅資源俾大家。除了 YouTube 嘅學習資源之外呢，我哋嘅哈克網絡學院咪會有 Instagram， 還有 Facebook， 故所大家一定要追蹤、按讚、訂閱。我又變成嗰種嘅 YouTube 嘅一個直播主嘅感覺。故所請大家一定要多多關注我哋嘅哈克網絡學院哦。其實我哋嘅客家資源、媒體嘅資源非常嘅多。故所呢，所有嘅想要學客家話嘅朋友，就得上我哋嘅 Google， 你就係你就係輸入一些你想要知嘅客家嘅內容係乜嘅啊，你就得尋到當無去用嘅客家資源，咪就得對你學習客家話就得很難進步哦。